另外，在台南市的安南區有家長講，這厝附近的公車站呢，暗時也是無夠光，就連這邊仔的雜草也發甲人要平懸，看起來實在是真危險。有民意代表是偏向講，這款恐怖公車站呢，其實在安南區上無就有真雜搭，讓單車的人攏袂當安心。那市政府是回應講，會專門來檢討，甲舊後的這個站牌攏甲換掉。下晡6、7點，天色已經暗啊，路邊敢若一拍電火咧光，但要斟酌看，根本唔知這是一座公車站牌。就家長佇社群平台無奈發文講，敢是因查某囝咧訓練伊的膽量力，因為現場唔若無啥物照明設備，甚至站牌邊啊雜草發甲真旺，害人要平懸，暗時作業難免互人會心驚膽響。地主咯，含整理無規個，迄含整理你的，若整理你的就加較清幽啊。草啊，早4早都會再來咧掛。如果周遭沒有足夠的商店啊，或是路燈來補足這個光源的話，確實這個公車站呢，晚上光線不足，那這個候車的人也感覺蠻危險的。這款恐怖的單車環境，就佇人口增加真緊的台南安南區，有民代批想安南區像安尼公車站，上無有雜座，那坐公車多數是學生和老大人，這候車的地點煞欠缺基本的設施，連閘機攏無，要求愛緊升級設備。公車的距離大概1到2個小時哈，小蘭你家整咖烈日曝曬，這樣1到2個小時，好，所以這個設備一定是要再升級，尤其這邊比較荒涼哦，照明度不足的話，小朋友晚上放學回來走在這邊是很危險的。面對地方怨嘆，台南市交通局回應會專門盤點現有的公車站牌和周邊環境。那後續公共運輸處會再加強公車站位的巡檢，那進行定期維護以及環境清潔的工作。交通局講，台南市去年公車運量超過1678萬人咧坐，成長超過5%。未來因講會大大引入太陽能智慧站牌，提供及時的到站資訊，賣改善照明，提升大家等公車的品質。記者從台南採訪報道。